位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5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5页。对头算倒来，就是已经解说甲第7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月本自非动，既有所业。这是这位显觉禅师对六祖慧能大师的回答。因为伊在迄个所在呢，停一搭久啊，就要来过世啦，所以慧能大师就甲讲：你太还急要转去啊？结果显觉大师甲讲：本来啊就无动摇，哪里有紧，哪里有慢呢？即嘛应该爱来煞了解说下面：思月随地挥动，月仁者自性分别。思月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搁进一步搁再问伊，讲随地挥动，讲到底是虾米人？知影无伫咧叮当呢？这咧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搁再进一步搁再甲伊考试的意思。因为这位显觉禅师，伊讲本来就无伫咧叮当，哪里有紧哪里有慢啦？六祖慧能大师要爱伊确实实，是毋是啊有了解这句道理？所以呢，就进一步啊，搁再甲伊问。讲随地挥动，对于这款的问法呢，实在那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甲这位显觉禅师的问答，已经知影讲显觉禅师也是一位有体悟到佛心中，就是讲顿教禅宗之法，但呢，必须啊，爱搁再一步一步。来甲伊考试，到甲最后，认为讲，这绝对无问题啦。安尼呢，才确实实会当证明讲，这位显觉禅师呢，实在是一位已经有得到明心见性、有了悟佛法的人。因为咱往往甲人谈论佛法之中，有的人呢，毋是讲自己。对佛法实在有了解，那只是呢看到经典，也其中的几句话，啊就从迄几句话呢就提起来伫咧对答。当然，你开始甲伊讲的时阵，伊所讲的敢若是对，但是你慢慢甲伊考试，慢慢甲伊讲迄个中间呢，就会当好了解讲啊，确实实啦，这毋是伊本身的。若是伊本身的呢，你任考不倒，就是讲你问伊东问伊西，甲伊讲天讲地，伊绝对啊袂讲离开迄个本地，绝对呢袂将佛法甲伊讲毋对。那假如讲伊即个人的佛法呢，若是在迄个经典啦，来看到几句啊，咱世尊所讲的话，自然就学起来印，自然就学起来讲。也若你甲伊加讲几句啊，伊的句脚就说出来。这位六祖慧能大师，伊会一直啦，搁再谈落去，那就是目的呢，要爱了解讲，这个显觉到底是毋是伊心中啊真正有迄个体悟所以啊，才进一步问讲随地挥动啊，讲什么人知影是有一个无叮当的迄个本性伫遐呢？月仁者自性分别，这个月仁者自性分别，就是讲，这啊是你家己自己啊来生起分别。意思就是讲，六祖啊，你毋通自己生起分别心啊，因为有生起这个分别心，所以当然啦，就知影讲到底有叮当或者是无叮当。啊，你自己呢无生起这个分别心。那当然呢，也无需要啊，在咧所在去咧甲分别讲，到底是有叮当无叮当。方辟虚分禅师就安尼讲，讲心若不生，自然生大智者。
定不分别，佛以众生，一切尽不分别，死得入五造客文下。方便虚云禅师所讲，就是讲心呢，若是不生。而且所讲的心不生，当然就是指迄个分别心不生啦。讲分别心若是不生啊，自然呢就成为大智者，就是讲自然呢就是成为一个大智慧人。决定呢无去甲分别佛甲众生，一切呢拢无去甲分别，安尼开始呢才会使你入去我的造客文学。造客文学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文学，因为六祖是在造客宝林时代传禅法，所以若讲起造客，当然呢就是伫个指六祖。所以伫这所在，这位现甲讲仁者自性分别，那即句话呢，当然也是非常有契合着顿教禅宗的意义。下面思话你心得无生之意啦。迄当时阵，慧能大师就甲伊讲你真正有得到迄个无生的意义。这呢，实在是已经伫咧甲伊称赞的一句话就是讲你在前面所讲的讲本自非当，岂有所业而且讲做仁者自性分别，安尼可见呢，你实在是真正有得到无生之意。这个无生，这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讲你呢，已经内心有契合着真理了。但这位现讲呢，伊也算讲真正厉害，讲无生岂有异业？讲既然名叫做讲做无生。无生呢，哪里有一个意啊？既然无生，就是无意啊。迄当阵，慧能大师阁问讲：事物无意，随当分别。慧能大师就阁问伊啦，讲你若是无意，到底是啥物人要甲伊分辨呐？意思就是讲，无生若是无意的话，啥物人会当好了解讲有证着无生之理呢？分别亦非义，这位现甲讲分别嘛，也毋是义啦。对这个分别呢，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讲由心所的分别，这呢是咱一般人所袂使咧有的，就是讲咱一般所讲的妄想心的分别这款的分别呢，即是毋好的物件。第二种就是《维摩经》所讲的，叫做善灵分别诸法相，以第一义而不动。虽然善灵分别诸法相，但是呢，在这个第一义中呢，却是无动无摇。这呢是咱人袂使咧无的。在前面所讲的心所的分别，就是讲意识的妄想分别，种种的杂念。自然应当甲去掉，但在《维摩诘经》内底所讲的善灵分别诸法相，如果在这个第一义不动，这款呢这是咱有需要记住。六祖伊的意思是讲，个人若是无这个意思就是讲若无这个意，啥物人会分辨呢？因为分别这两字是含有咱众生妄心的分别，甲这个善灵分别诸法相的分别，也到底所以叫做讲做这个无分别啦。伊这个现甲所讲的，到底是属于倒一项？目的呢，也是要搁进一步，要搁来探究这个现甲到底伊所谓无分别，到底是有正确的，还是讲无正确？也这个现甲甲讲分别。亦非义啦，讲这个分别呢，也是非义。那这个分别亦非义，这个分别呢，正正就是善灵分别诸法相，以第一义而不动。
既然是在第一义义不动，当然就是非义。所以，这款的分别到底是什么款的分别呢？也记得在前面我也有讲过，咱众生啊，拢有智慧，本来叫做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会使你用伊的体，甲用伊的用来甲伊说明，一个就是根本智，一个是后得智。这个根本智呢，也名叫做讲做如理智，也名叫做讲做无分别智。这个后得智呢，名叫做讲做如量智，也名叫做讲做分别智。这个根本智呢，就是讲咱众生啊，本来就是具足的智慧，这名叫做讲做根本智。这个根本智是客真理，所以理智合一。真理这是一种的无分别的物件，所以客合一真理的根本智呢，也是无分别。所以根本智呢，就是属于无分别智，也名叫做讲做如理智。这个如理智就是讲，伊这个真理有偌济，这个智慧呢就是有偌济。智慧量甲迄个真理的量是共款，名叫做讲做如量智。这个后得智就是讲以后所得到的智慧。为什么讲做以后所得到的智慧呢？这就是用咱众生来修行也成佛所讲。本来智慧这是咱一切众生拢具足，就是讲一切众生啊，拢具足到这个根本智的咯。但是咱众生因为无始劫以来有这个一念的妄动，有这个无明烦恼。所以就将这个根本智给卖不掉了，结果呢，这个智慧就袂当发生作用，袂当发生作用，咱要使这个智慧当启发作用，要安怎样呢？就是来修行，将烦恼、将罪恶给去掉，就等于讲，本来一个金刚宝石会光啦，不过呢，去会落对迄个土骹落瓜糜所在。迄粒金刚宝石外面拢包一寡遐垃圾伫咧，互这个落瓜糜个包掉咧，当然这个金刚宝石呢就袂发生伊的发光的作用。因此呢，就用过迄个水啊，将迄个土甲洗掉，过来甲切落清去。切落清去了，迄个金刚宝石的本身若显出来了，当然又搁再发光啦。咱这个智慧呢，甲这共款，本来是基础物件无毋对，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妄想烦恼。该加背掉，所以袂当发生作用。那就要修行，在这修行中，把这个妄想烦恼去掉了，这个智慧显现。那迄个时阵的智慧呢，名叫做讲做后得智。这个后得智，智慧这个物件，伊的本体虽然是无分别，但是呢，伊的用确实有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维摩诘经》内底所讲的显灵分别自法相，伊呢是会当去分别了世间的一切，所以这个后得智呢就变成一种的这个分别智，就是讲会当好如咱世间一切的这事物的数量来去分别，所以呢也占名叫做讲做分别智。虽然是讲分别智，因为这是一种智慧，这呢毋是咱意识的妄心。既然是智慧，毋是属于意识的妄心呢，所以结果呢就是分别亦非义了。虽然是有分别呢，却是这个心未停顿在迄个伊所分别的物件所在。咱众生的十事妄想，甲这个分别亦非义的迄个后得智不同的所在在哪里呢？就是讲咱众生的分别妄心。对一项物件分别了呢，就在咧所在给执着。但是这个显灵分别自法相，伊第一义不动呢，就是讲物件来了，你就该起作用，该分别。但是物件去了呢，就无了，那就等于讲一个镜。你看迄个镜，若是讲一个拢无啦，啥法真光的镜呢？什么物件来到面头前，伊就显甲真清楚。咱五盏镜头剩歪，五盏镜头足清楚，咱的面歪面真清楚。你这个面是清气垃圾，到底是白乌，拢是真清楚。但是你这个物件若是离开迄个镜呢，价得空空。所讲的分别亦非义，
也就是讲善能分别诸法相，以第一义义不同，而这个智慧的妙用呢，应该就是这款的。所以，这位显觉大师啊，也要印光分别亦非义，安尼呢，可以讲啊，就是已经啊有了解到根本智，也发起了后得智用的意义。下面书画现在，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考试到这个所在啊，知影讲这位显觉大师确确实实啊，是有得到佛的心中，也就是讲已经呢，伊有相当的见地，所以就该赞叹一句现在，就是讲啊，你实在是讲起真好啦，也可以讲你实在是真正有通达这个佛法，小留一宿。结果呢，伊就留一点遐呢，过一暗，只是少少的一暗而已。是为一宿觉，讲迄当时阵呢，名号做一宿觉。这个一宿觉的意思就是讲，这位显觉啦，伫六祖慧能大师也带一暗，也来接受着六祖的应考，所以呢，这名叫做一宿觉。事实上呢，伊也未带一暗，已经甲应考了啦，毋是讲带一暗才甲应考。后读正道果成行有色。以后，这个显觉大师呢，就后读这个叫做正道果。这个正道果就是这位演家显觉大师的正道果，成行有色。就是讲，这个正道果呢，流行啊，真正流行在这个世间。这个正道果也名叫做演家集。这个正道果呢，在禅宗啊是属于四部落之一。那这个正道果到目睭前，咱一个学习禅宗的人呢，也常常在这所来伫咧研究，因为这个正道果内底，可以讲等于将这个世俗的方式啊，将这个道理来给表达出来。安尼呢，互咱真正容易记起来，也真正容易啊来去甲伊读诵。当然是内中的意义呢，也真正容易了解。下面书画无上大师时称为真觉演。讲到以后呢，伊就改史叫做无上大师。这位显觉大师啊，是在唐朝宪宗宣天2年的10月16日完结。迄当时阵呢，这个唐朝的内宗啊，改特殊叫做无上大师。当其时的人呢，也改称呼叫做真觉。咱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啊，就是对于显觉大师来六祖慧能大师家接受六祖慧能大师印证的这段已经解说了。即嘛刷来要来解说，就是属于智弘。智弘咱是共款来念一段正文，然后再来解说。讲禅者智弘初参五祖，自为以德正修，暗记中做即20年。师弟子贤策，游方至何所？文方之名，坐暗文言，你在此作什么？方言入定，策言你言入定。为有心入业，无心入业。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初木化色，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类，亦应得定。这是六祖慧能大师伊的教法其中的属于第11段，就是对这位智弘来说法。这个禅者智弘，禅者就是讲有一位伫咧修禅的人。这个修禅的人呢，名叫做智弘。这个智弘呢，就是河北的智弘禅师。智弘禅师呢，初参五祖。一开始的时阵呢，伊是来参五祖。参五祖就是讲去五祖迄个所在去参学啦，也去五祖的所在参学。伊虽然是讲称是五祖，五祖应该呢是属于
顿到一禅，但是呢，结果啊，伊确实啊修这个禅法，也踮在河北，踮在一个暗的所在，伫遐呢坐了20多年，所以在这个所在就讲自为以德正修。伊怎样去参这个五祖了后呢？自己啊，以为讲已经得到正修了。这个正修呢，就是禅定。为什么叫做正修啊？这个正修呢，是依照探显记所讲，就是讲立法在心嘛，名为正修。就是讲将这个法会当好领纳在心中，就名叫做正修。在观经显记内底，我来讲，讲言正修者，伤心得失，远离平妄，三昧相应，名为正修。这所讲就是讲伤心得失啊，这个伤心就是讲咱妄想分别心，妄想分别心呢，拢做即马无去啦，远离平妄，就是讲所有攀缘、所有的事理呢，拢做即马无去啊。也三昧呢已经相应了，这呢就名叫做正修。那这个正修，而且应该呢，就是讲已经呢有得到这个禅定，自己啊，认为讲已经得到禅定，所以呢就暗记中坐啊，达20年，伊就在迄个乌北的所在，继续啊，在一个暗的所在。伫遐呢中坐，那这个暗就是讲修行人所住的一间比较细间的精舍之类啊，名叫做讲暗。自己呢就在一个草暗的所在，伫遐呢中坐。这中坐就是讲坐真久长啊，因为在五伝会员内底所讲，就是讲这位地方禅师啊，伫迄个暗的所在啊，坐偌久啊？坐拢总24年，啊，伫遮是讲做这20年啦。也坐24年，这个中间呢，可以讲是每一日啦，拢就是非常的精进，绝对啊，无一点仔这个懈怠。那可见这位地方伊的道心，也可以讲是非常的坚固。但是坐20几年，毋过呢？假如讲若是无明心见性，莫讲20几年，就是讲30几年，或者是讲这是世人，嘛是共款啦，也袂当后来得到佛法的禅宗顿教法门的真实的利益。下面讲使弟子贤切，游方至何所，文方之名。使弟子贤切啊，就是讲。慧能大师的弟子，这位贤切啊，这个贤切呢，在前面啊已经是讲了咯，就是这个贤切啊，乃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那这个贤切呢，游方至何所？这个游方就是讲伊一直游啦，这个游就是参访的意思，方就是讲四方，就是讲游化四方。这呢，正正就是在前面我所讲的这个分游的意思。啊，这位贤切法师啊，这个贤切禅师啊，伊虽然是六祖慧能大师门下弟子，但伊呢，并无有常常在六祖的所在，乃是一世界去游行去教法，也教到这个何所？这个何所呢，就是在迄个河北的所在，在迄个黄河北岸的所在，名叫做讲做河所。去到的所在呢，就闻方之名，就听到这位地方禅师的名。因为这地方禅师，伊在北方，也伫迄个暗的所在住20几年。当然，若是讲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也认为讲，哎呀，这位地方禅师真正了不起。伊一个人伫遐修行，住伫迄个草庵住20几年，所以当然啦，伊是真正有名咯。所以呢，伊去到迄个所在，这个地方禅师的名叫听到啦。伊有哪听人讲，这位地方禅师啊，就是在迄个所在伫遐伫
打坐参禅。到底打坐参禅所在到底是对毋对呢？这位贤策禅师啊，其的目的拜访伊啊，也是要了解伊讲到底伊修了是对毋对。因为咱知影讲五祖弘忍大师的法传出来了，六祖慧能大师所得到的，乃是伊的实在精髓。我就是讲得到顿教禅宗的法门。也迄当时阵，新秀大师虽然呢，也是在六祖慧能大师的所在亲近的真久，毋过以后伊甲放弃，伊所传的是占教之法，也可以讲就是变成南顿北占。也这位地方禅师，伊是在北方哦，这个湖北是在北方咯。那在北方，伊是毋是当得到南方顿教之禅呢？伊到底所在是属于占禅，或者是顿禅呢？这也是这位贤策禅师所了解的所在啊。所以结果呢，伊游访到这个河所，听到这位地方禅师的名呢，就去拜访啊。下面呢，就甲伊一番的问答。在这个问答中，当然啦，知影讲伊安尼修法呢，也未到迄个明心见性的地步。因此呢，也就介绍伊、鼓励伊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注意听先听众，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